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晡日复习类嘅节目。今晡日嘅学生发时间，我老大家来讲嘛嘅升旗嘅东西咧。今晡日吼，你绕墙头一个来宾。哦，我想呢，你乡亲朋友可能是第一摆读天时地读看到你嘅来宾哦。佢係乜啥咧？佢係嘅教授，佢咪係嘅文學家，咪係嘅思想家、哲學家，還咪做啲講吼，為講古界、講古先生。到底係乜啥咧？為小解嘅題目又係乜嘅咧？使到來分享佢嘅來賓，解釋係你中華民國兒童文學學會嘅理事長楊妙秀先生分享教授。以後，我係楊妙秀，72歲了，當然知道聲音的講古啦，講古是一件好嘅事情啦。你看到聲音咧，金看到啦，你就快樂了。是吃到輕快樂有成就感嘅感覺。係啊。先生請等一下，先生係第擺來上嘅客家電視嘅節目係冇？係啊，我第擺我電千幾位，電樣吧還蠻強嘅咯。我想講暗好嘅機會，做得有暗好嘅先生，有暗好嘅故事，做得同暗道嘅朋友來分享。因為暗叫怎搶得到而來咯？唔是搶嘅，佢較好嘅人可能有得後輩啊。你講就是好酒擺在最後吼，主要唔可以講笑嘅啦。唔過先生吼，你講你71歲吼，係啊，33年用嘅。應該係喺赤子之心吼，有嘅赤子之心係冇？係啊，因為你常常從頭嘅同嘅小朋友接觸，係啊，從頭嘅講古。日日都講啊，日日都講古，你反而講講故事，唔過客家話講講古嗬。係啊，打嘴鼓咪做。打嘴鼓，唔過講古嗬，你嘅感覺係以前嗬，同嘅爸爸媽媽講嗬，一係講第個太叔下，有冇嘅阿公阿婆講，大家來聊聊哦，有冇爬山咧，有冇連杯茶誒，阿公嘅講古誒，唔過一下先生係要請到嘅古機會講古。有咯，我細都談嘅一個好多。揭示吧，木卡有個揭示吧，伊個揭示咧，我木卡係無限嘅時間，其實為了聽書，佢來聽書，我細年也得千歡喜哦，佢都揭示吧，講古，其實會講，門咧聽到咧，份門咧，我也得就夾好粗嘅幫個人啊做銷貨，或者撞起下千多門咧咩，佢講門咧分好了。佢講，等咧，佢個天意啊，那工廠做得錯呢，佢講古嘅時陣就錯得，佢講泡茶，格去泡茶哦，泡佢就會講頭擺，一講係大家做印堂啊，些重要嘅故事都會談，叫做文學嘅開始。先生幾樣事幾多歲呢？幾樣事5、6歲、7、8歲。嗰時你5、6歲、7、8歲嘅時間，你喺度種下就有K18做的。K18。幾年係K18。K18，兩個嘅K18。你真勁嘅K18。係真勁嘅K18。係真勁嘅。佢有嘅哦，幾強嘅呢？你有好事壞事啊？對嘛？幾強出來。咁有冇按奇怪哦？佢K18嘅頭腦地度有冇按到嘅故事做嚟同大家嚟分享？K18是戇嘅，千金鳥。嗰種幾兩時吼，就係先生家講到重點，佢就係兒童文學嘅開始。係啊，阿妹阿爸會講古，會阿公阿婆會講古，會哦。係啊，韓國朋友會講古，佢就開始咧。係啊，喺細年嘅開始嘅時，唔係講話嘅。讀埋千有名嘅書哦，買嘅流行嘅唔係。以前嘛嘅，以前嘅細年嘅一開始有冇？嘅爸爸媽媽唔是講古嘅世界，就把用青島錢去買嘅書誒，故事書誒，你講故事書，買格林童話、白雪公主，好就講本嘅細年看嘅就講又係細年看嘅故事書誒。其實清早以前嘅太叔下了兩飲茶嘅時間，嗰兩時就講古就開始係兒童文學嘅開始。係啊。古作先生，因為吼愛才疏學淺吼，看唔出來。滿以下吼，文學咧兩隻是談起來吼是輕高鬆哦，輕有藝術哦，都帶嘅文學作品，兒童文學有乜嘅無強用嚇？你都阿公嘅講古有乜嘅無強用嚇？大家都想有無強用啊！愛看是強用哦，係啊，雖然你愛談嘅。雖然你談嘅某一天佢談嘅事，一天談嘅事，樣板講咯，佢看人係樣嘅，
看人木竹，喊人比来比去，其实看呢，其实菜含汤唔是乜嘅花，乜嘅太原嘅文化，乜嘅以南堂嘅，佢全部糖唔食，乜嘅以容易糖嘅，乜糖唔食，佢都會糖，叫做開始嘅咩？係啊，所以西人嘅文化有個林良啊，關於一部嘅老人家90歲嘅，佢就講我用錢語嘅藝術，啊講個人全部糖嘅食，就白話文嘅意思就錯嘅。是在講哈，西人嘅糖法吼，唔是講個特別容易背糖，唔是特別容易，唔是，你就講不會糖，佢就會團啊。團上猜測啊，叫哎呦有乜個意思啊，乜個意思啊，係啦，叫做開始嘅。韓國文學，你講文學嘅是大問題哦，係大問題，唔是按太來回答。這個文學，你講神法做嘅文學，神法做嘅哲學，你曉得，個人嘅經驗講本拼人堂，安尼做變文學嘅。啊，用做文學吼，古時候迄個愛去講古有無？愛講愛神明神明地度青島嘅神法嘅經驗，同大家來分享。按用嘅交流嘅過程，迄個有乜嘅知識也好，你講經驗嘅分享也好，要做得講係一種故事，也係一種文學嘅開始。講有一條線啊，就是那生命線，你有事情一事情一樣，就是什麼事情、細事情按到看咩哈？唔講嘅時間，我去念起來，然後一念起來，就會文學了。真嘅哈，古時候根本嘅吼，請用教授來到節目底度吼，我也知道吼，變得很有氣質。因為講嘅文學嘛，講嘅教授我就上去配了，會教嘅野獸係嘛？唔過也係講笑嘅啦。唔過我一開始有嘛吼，佢滿先生講，哇，佢嘅細細嘅年紀嘅時間就有嘅70八。哦，伫個睇書下吼，咪講泡茶拿茶呢，太大愛來談講古了。以前頭擺，先生講古做埋，聽說以前頭擺，係咪青島聲言會按門按用嘅門？唔會喏，我下巴老聲言講嘅青島嘅故事本堂，佢講好青島嘅講頭擺，故事說嚟。我有冇做定啊？嗬，啊冇按用吧，叫講較長啲，佢講頭擺，嗰是時間，啊，千言，就是空間，講啲哪一特別發生，哪一個你講安尼就是講某一天嘅素材，其實第一個故事改啦。難怪哦，因為看嘅細兒嘅故事書嘅時間，就知道吼，因為很奇怪吼，佢一開始看嘅故事書嘅時間都會頭擺，迄個行卡久就頭擺，有冇？迄個行卡久以前吼，唔過根本嘅清歡喜吼，佢談嘅欣賞講法吼，因為知道本欣賞寫到，因為吼老師嘅肢體語言吼、表情吼，真豐富，難怪嘅聲音吼。按好談而講古吼，唔過欣賞有隻外號哦，而且講有看到嘅欣賞嘅書吼，大家都很記歐巴桑。哎呦，唔一提啊！係唔一提，嘅歐巴桑，我看到欣賞，看下又黑啊，又粗啊強，嘅無槍歐巴桑啊。係啊，下擺邊啊，你冇槍嘅你。因為係歐巴桑按用嘅片面。我本看啊，都歐巴桑。變技術嘅係冇。係啊，按你看有槍歐巴桑。哎呦！一講嘅吼，按用嘅歐巴桑一講嘛。沒啊，我講吼，咁樣辦，頭擺有一個台灣大學歷史嘅那個教授啊，佢嘅主持嘅民間嘅教育會議，我就下紙條嘅，我發言咪吼，其實唔識嚟咪吼，佢講，哎呦，用苗小手指。哦，講法，我就企起來，佢係冇實力嘅，叫我就講，我就係用苗小手，哦，是的，然後當做歡迎假，然後做歡迎假吼，唔是抱歉，唔是抱歉，嘅記者啊，就是講，哎呦，一隻歡迎假，做歡迎假。
头摆一个啊，对不起，把你当女人啊，不应该用那个失礼的所在。为什么要对不起？系啊，唔是失礼啊，系啊，我讲好是按你来啊。古时候嘅粮食开始哈，就很你欧巴桑的哈。系啊，我知道按用嘅偏养以后呢，亲有意是真劲啊。我讲从头到本人老多。好多婚姻假看的，唔係，有一擺吼，那愛講古啊，啊個生意呢就講做唔得，南面人做唔得作權呢，啊就講樣板做唔得，講按下個禮拜就作權的啦，講話有真正作權嘅，啊有真正作權的啊，我做作權的啊，家下行我啲嘅源流出版公司啊做顧問嘅，我做一門馬上權的，做得將來，佢做千。嘅有一個嚇，也係咩千有名嘅人，千重要嘅人，佢個樣板唔係前嚟咯。我看到人家身材，大概差唔多。伊講幾多有咯？我講我30年我卡睇橋，佢講我26，我就會買拳咧，我都作得呢，作得呢就一個水源市場啊，是東西。哦，作拳呢又是東西。哎，後輩就兩個婚姻家講，唔講嘅是南面人呀，婚姻家咯，我就講。喺南面人也係歡迎㗎，有乜嘅重要？我叫南面人了，係，就作嘅權嚟去搞生意嘅廣告，所以就千歡喜哦，看到南面人作權。真勁哦，個生意看到，哎呀，先生根本要作權嘅來廣告哦，廣告啊樣。做得。其實咩做得啦？先生你看，嘅蘇格蘭有冇？嘅西蘭人佢哋咩作權嘅啊？有冇佢嘅權嘅無強嘅格子嘅？圖騰係喺表示目標嘅假錯，咁所以唔看，佢哋有咩作權嚟？係啊，作權你要下班啊，都作權啊，較涼無一天啊。唔過先生其實清早嘅時間就開始接觸啊兒童文學，係嘛？一開始幾多年呢？還有樣板嘅，算咗30-40年嘅樣板講嘅，細細就開始嘅，唔過真正佢嘅文學做係怎樣嗬？實在是冇講嘅。我今年29歲了。啊，故作係29年前。係啊，我係出世嘅時間。嗱，我出世，我婚家叫佢講，你買隻盤嚟來，我用把它買盤嚟。好，細人嘅讀書哦，咩台讀書開始，讀阿爸阿媽嘅面啊。我看到兩個人天天咧，嚇，去買個紙盤嚟來，畫條面俾看嘛，就真叫你買我畫青島面嘅掛定嚟呢。畫畫你嘅面係冇畫你。青菜你的面都做得。都做得，然後就是本身嘢看咧，本人嘅模嘢看咧，嘅目的係乜解呢？就叫做很多，人會講嘅人情世故，突然面呐，讀人，閱人無數，你有聽到冇？啊。嗰兩時行係歐亞嘅呢，歐亞就開始嘅。歐亞就會看咧，我有意我讀報紙咪嚇，啊我看嗰啲生意咧，硬看，我說哎呦，你會讀書係嘛？我做研究啊，我是有研究哲學、心理學嘅，我就看啊唔係啦，啲生意咧唔要得讀書，就是看啲詩啊，特質都差唔多，如果看啲窮樣嘅就硬看。唔係乜嘅天才吧，會讀書嘅。我工作嘅兩時嗬，也做得嗬，老師也做得講你一個模嘢，也算是啟發你兒童文學的開始。有樣啊，做得按講嘛嗬，互相交流嘛，因為你可能先生對按樣情有興趣，也係講先生誒，你講有才情啊嗬，唔過也係因為有模嘢嗬，工作嘅兩時嘅交流，咁開始先生嗬都壓下嗬。這麼受大家歡迎嘅這個兒童文學，哲學家好唔好咁講嗬？咁講還有乜嘅神奇嘅故事，就嚟到大家來分享，大家係先聊下，你等下陣仲嚟打嘴鼓。今晡日咧，當番兒就喺繞牆道榮教授來到節目地圖嗬，談榮教授講話嗬，實在係起到多有意思嗬。為什麼呢？有人講呢，因為線上嘅表情真豐富，係啊，哦，表情講真豐富，三三八八唔係三三八八。不過線上哦，講到講古也件事情哦，因為線上嗬，自己
研究吼、研究吼，实在去铁道的。你讲伊有青岛的著作，有青岛的书哦。比如你讲文学的著作，欣赏下青岛；讲到哲学吼，欣赏下清友清友学问吼古上来一开始做伫讲欣赏迄思想家、迄哲学家、迄文学家。不过近本伊邀请欣赏来到节目程度吼，你就一个重点。你基本伊讲係小朋友嘅事情、兒童嘅事情、兒童文學。古所咧當然就會講到講古一件事情。每一下吼，你從細吼談嘅開始白講古，唔講吼講古本身嘅談，細年談講古，其實對細年嘅影響情態。係啊。做啲人講，啟發細年嘅創作力、想象力，係唔係？物家己主流啊，物家己主流。唔同我講按到加吼，加咗加嘅強下嘅時間，我都上到創園菜啊。唔知道創園菜過年嘅什麼特嚟啊？比方做強下吼，我煮一遍都清好食咯。我就感覺年太嘅時間啦，一家處理啊，像到一盤嘅創園菜用嘅。你會講咯？創園菜啊，青島冇識睇嘅菜啊。比方說鄉下啊個煮過啊，金囊係嘛？啲嘢兩邊上邊是都煲梅嘅順嘅，係用嘅創園菜。故說你欣賞其實因為講故事吼，你知道講故事啦，談故事有乜嘅冇用用？係講一個故事不能談。你要做啲開始係。開始係啊。開始講。那有嘅架構嘛哈，那架構相仿，那沒相仿咩哈？係。佢青老嘅時間，我從頭尾會看見，其實哎呦，你馬啥咯？唔記得我名咯，我係喵少一個，哦喵少係馬啥咯？哦喵少，做人係 TCA 麼？隔壁 TCA 來嘅，哦，安尼係哦，哎呦，你馬啥？要講乜啊？唔過嗬，雖然佢唔記得我名，唔記得我馬啥，唔過佢記得故事青島，波米就有嘅故事，好多雙太人。雙太人啊，上大人啊，比如頭拜啊，有一個人啊，去長山啊，下一種新的轉來，三則事聽嘛，雙太人，哎呦，我看唔識咧，10年冇轉咧，用下三則事呢，夾係叫做做牌來，做牌呢頭拜人啊，讀書啊，哈，係考唔到秀才啊，因為做嘅用唔會太做那做牌吧，啊，係個。讀書嘅人吼，考唔到秀才，好多書牌，書牌一冇乜嘅本事啊，做為老人記帳啦，看先嘅、寫先嘅，請為老人聽書，真好人講，係唔嘅書牌嚟，書牌出來樣辦啊？你看，我拉去唐山啊，10年冇做人寫三則事，講哦呀，實在很好看哦，學問現在唔過我都是一樣嘅，我夾造反比賽。翻出嚟講，唔過係要一杯茶嚟嚇，也就較好。係啊，叫一杯茶嚟講，講係幾十本堂。松絲下來，薑蒼蒼散，上松下嘅松，松絲下來薑蒼蒼，一心下在滿牙油。將滿牙油健康啊唔健康？上字寫來景長長，一心寫回來問爹娘，請問爹娘健康不健康？哦，也是唔看，實在是按多意思哦。你講，哎呦，又最早了，哦，又泡茶一來食用唔看，天就是雙太陽，太師下來薑縮縮，大字寫來那個景字，縮縮的，短短的，薑縮縮，一心下轉來問白縮。問候伯伯叔叔，問白叔，加問白叔，幸福也唔幸福，幸福不幸福？你看睇遠嘅哦，白叔都唔好有健康喎，唔好幸福喎，人事下來薑蒼蒼，人字寫來，人事下來腳起起，腳起這樣，對，抖抖的，腳起起，一心下來問母親一心寫出來問我的妻子太太，想問母親孤氣也唔孤氣啊，你又會不會孤寂、孤單啊？大家都親翻你啊，講暗好啊，唔過就不用親冇翻你。10年冇做呢，冇話有孤氣不孤氣啊，就講。
就夹嘅故事，细细都谈，都谈好记，唔记得还记得清清楚楚，也相当难讲哦，也做上到呀，那加工啦。故事吼，先生讲一只故事吼，意思係表示乜嘅？其實有青島嘅東西哦，可能你咪唔記得，不過而係講要按用嘅故事來分享，有生命程度青島嘅實際的經驗也好，編造的故事也好，其實按用大家都會記得。係啊，哦，真的哈。故說其實對小朋友對細年來講故嘅時間，這也是對小朋友像奶糖嘅欣賞講故嘅時間，有冇？我就會變得很專注，在想說，這個都帶你嘅發展會用故事的結局很用你的心中就有無限的這個期待，也係想象，所以小朋友談講故嘅時間，也係強樣嘅心情。強樣，其實要開始，要發展，要結束，係啊。故說按有人講起來先生，你下按到嘅故事你的靈感的來源。我唔是靈感，唔是靈感，係啊，成發乜嘅事情看到嘅，你有嘅習慣，我寫下來，講本俾人聽。講古嘅人有兩種，佢寫嘅文學嘅人啊，也有一種人啊，像個很多黃春明啊，黃春明哦，佢愛寫嘅東西，佢就硬講，講到好咧，就嚟寫。我下班講俾人聽，唔寫好，會俾人寫停。我有按用嘅經驗有咯嗬。佢這唔過佢嗬，半年就留日本人講，所以日本人係義工都談咯，會生長繭。下班有一種人嗬，像嘢文學家就簡真啦，佢愛寫嘅事情唔愛留人講，如果講嘅我都冇感覺愛寫咧，叫做盲寫嘅事情。變到嘅情感度發酵，變到情感度經醞釀，佢愛寫嘅時間，哇，振筆疾書，夾夾就寫下來，係咁感覺。我講嘅嘢，我從頭嗬，都攞乜嘅東西，我就講咗半年嗬，我就擋唔掉咧，我都會寫咧。其實唐先生講下來，我會知道講，其實。對於先生來講係真簡單啦，因為佢係感覺講也係佢成發嘅經驗，故作佢就寫下來。不過對於我來講，我要按用嘅感受，唔講我係寫唔下來啦，我唔點樣用嚟寫。我講唔是靈感，就是話唔成發嘅事情，較無限咩寫到嘅，寫東西講法，你都像要講法言啊，拿錄音機錄下來。文筆唔好。哎呦！唔是文筆，就寫下來，寫嘅東西啊，人家哋細不應搞壞嘅，樣板會搞壞嘅。伊講哎呦，人家文筆唔好，實在哦，係好嘅文筆，好嘅文學，某一天好嘅文筆走出來。好嘅故事當中。係啦。如果先生你按用一同你嘅家庭嘅成分有親戚嘅關係，有冇？家庭的關係，下班人創造嘅時間啦，一個做乜嘅東西家庭當然有關係啊，下班人上面人講，哪叫幾多點鐘講出來也有關係哦。喺按你講也有人，唔過嗬，世界喺大邊嗬，輕來寫下來，下班喺聲音咧會講，很忙曉得寫，做啲服務，樣板咧錄音，嘅聲音咧上嗬。1歲、2歲、3歲、4歲、30歲、40歲冇窮樣，係幾動人哦。係啊，按錄下來，下巴嘅觀念做天籟吧，唔談唔多了，冇睇了，我錄下來，下巴我呢個阿爸阿妹吼，佢錄音真重要，兩種東西，聲音嘅東西留下來真重要，佢講嘅話。唔好佢講法，尤其係嗰種是牙牙學語嘅時節，留下來嘅講書吼，你睇嘅為講法嘅時節有冇強用？係啊，佢一條講法學講法就已經發明嘅。真嘅，唔單止係按用人吼，先生嘅意思係講吼，其實佢用文字嘅方式記錄下來，唔過先生也畫圖。畫圖啊！畫圖得啥都會啊！家下條下網上節目嘅時候講，我唔會畫圖，應可惜，大家都會畫圖，你冇做一看，係啊，也畫圖嘅人教時，下班時人嚟去上課啊，去上人哋畫畫嘅課，上快啲咧，而當一天都用辦法畫。真嘅，拿嘅擦到亮要嘛，幾畫圖嘅時節。尤其係畫嘅國旗，有冇以前嘅畫嘅國旗嘅時節嘅比例清重要，
先生你有给一定的意思，因为以前我上课的时间有冇，迄讲把国旗把都清好，因为讲用尺把有擦和笔，有擦和笔，哇，个比例量都清好。其实吼，就像先生讲的，给你讲送给画图嘅课上快的，你讲像日本书迄先生嘅书吼，啲底度就有青豆先生画的插图，对不对？这插图对欣赏来讲，就按用嘅插图就做对讲，哇，对生意来讲，其实图片是轻重要嘅，对不对？图片是很重要的，因为做对看图说故事，看图讲故，看图讲故，而且这个图老师会画，老师的某也要会画图吼。系啊，某也哦，我说欣赏你喜欢看图讲故嘛？看东西就讲故，看东西就讲故。系啊，哦，他把人家书拿出来吼。你看人家个书，你做得讲故了。哎，先生，你按用个长途，我真定跟不上嘞。没搭这人都不会。没，爱讲，爱吃豆会讲法。你看，爱吃豆，爱同一个吼，个哲学家的讲法大嘴骨吼，老师个吼，爱真定听唔到呢。老师挺厉害的，爱问问题吼，一下就做得讲一只故事吼，爱一下吼节目录到两下，爱已经谈2只故事，挺有意思的，你冇？做个双胎人就会一只挺有意思的故事。他爱讲吼，先生吼，个看图做得讲故，佢讲爱看书就做得讲故诶。系啊，他不照讲嘅就讲故咧。系啊，系唔系？系啊，古种爱讲啊，而家爱听跟不上，太厉害了。大家生意嚟做得，我以後樣板咧講啊咧，我有一擺去台東上飛機啊，看到哎呦，順後坐一陣飛行架，一講要汽油嘅風土啊，我都想我老去講法咩，哎呀講唔錯法，我講哎呦，講古本行好嘛，哎呦你夾夾哎呀神經病嘅嘛，你坐鄉下都講古本係行嘛，哎叫做看我杯啊，我講哎呦，幾冇一個行哦。还是储存出来，那用批而他来讲故嘛，哦，就感觉佢亲注意这堂来讲。古说先生你就去甲讲哦，我就去甲讲，你就去甲，跟顺条跟你会知道你得自言自语啊，哎，跟你真嘅要讲故系嘛，有吼，线上吼，线上嘅讲故了，到底5只手指做咧讲埋故吼，大家先聊下，你等下就去谈。所以咧，欣赏在飞机上吼，真的就是拄到个服人家，然后他没有要理你，你摩擦你就真紧开始讲古。真紧就讲古了。你真紧是讲古了。我就講古啊，我講頭擺，要唔用皮啊，可能種嘅泰國吼，太強，哦，對人親好，用皮嘅5個全部合作，哦，按做大拇指，哈，泰國咪哈，英國哈，你看呢，親好食東西，哈。要講，反而講到食指吧，嚇，英文講 index、finger，嚇，3個嚇要學到個英文要講快話，嚇，4個4個親好運動，跳舞跳乜嘅舞，呼啦圈舞嘛，發呼啦圈舞嚇，佢個呼啦圈啊，下巴係幾咩做嘅呢？佢露台嚇，細。親好運動，走來走去，佢一定好運動做乜嘅呢？爬去東地背啊！哦，講我廿天啊，佢隔壁嘅夫人家講，然後咯，迄位用辦啊，沙下來咯，嘿，我都講，哎呦，唔要談嘅講，2號談啊，哦，我講好冇？都變咗朋友。而親友名嗌講下出嚟，大家都知我做唔得講佢嘅馬沙。哦，係，該講一下呀。即做唔得。先生，又係講古嘅人，哎呦，你冇本來偏多。古數機5隻數字頭嘅講古就按用結束嘅係咪？結束嘅。哎呦，當你聽啲咩？按下人呢，唔過真有意思誒。2、3、4，全部嗌成法。
嘅东西。下擺吼，生人嘅生活做嘅千多故事。古時你按用同生人講，係講按用了隻句嘅吼，講本生人堂，生人就會吃到清有意思。哦，有意思。吼，佢要清翻譯。係，佢咩會講嘅？唔過生人嘅發音呢，老師，個生人嘅發音上時候，你完全無法捉摸。如果你反而講無厘頭，唔過其實吼，佢條其實係因為入面還沒有社會化嘅構成，吼生人嘅些千萬問題。錯㗎，為什麼？為什麼？跟你做對招架嘛？做對咯，做對啊！我老人教聽你咩？我去兒童文學嘅協會啊，吼，我去嘅時間，上個禮拜天我去，我就上我要食飯未？我之前去食飯啦，就買啲水果轉嚟，我去脫鞋，門呢邊一閂門就打開嚟，一隻色聲音咧，就可能係講，唔係馬莎，好，我就想佢冇嗌咩，我就問講唔係馬莎，好，佢講我嫌冇呢，我嫌肥大，我就哦，安尼係，我係阿妹嘅阿爸。嚇，其實講，哎呦，阿牙係牙妹妹，哎呦，做咩意味哦？哎呀，佢講入來，我做呢批嘅，佢講頭那嚟，牙妹係哪隻咯？我都看200分人家地方，伊個是60人歲，伊個30人，我想50歲生意呢，30人歲應該係夾妹妹，我做老幾了啊，我做每團佢就講1隻。啊，你就團60人歲，60人歲嘅㗎，哎叫哦唔係啦，廿千號團，廿團，哦，哎呦，有一隻50人歲忽然間入來啊，入來講，好，3個團團呢個你一個唔錯嘅，我都講，哎呦，又做幾咩？50人歲講，要唔錯嘅，嚇，佢廿人嚟講，啊水果一切嘛，黑人一切，講30廿。呀，拖團我講，哎呦，30咩？就從外天咧啊！你講哦，你南面人做唔得做嘅阿妹啦，嗬！哎呦，阿妹也做掉一盤嘅西瓜出來，你講一下一來到人面前咧，人團喺馬上咯，我講用西瓜係嘛？西瓜都唔得做阿妹啦，嗬！其中呢批嘢，佢講一下。呢批嚟，而家切水果，唔團，我就哎呦我團咧，我講一下我弟弟嘅切咧多嘅水果多嘅，多嘅做唔得做阿妹啦，我做演講咩，我就變咗一個故事，真勁誒，呀做一個故事咧，真勁誒，先生啊，按用唐語講啊，就知道係做一個故事誒，凡俗嘅看到嘅故事誒，係啊，你都看到一個聲音嘅啲嘅，我老人家啲，後面叫做。掉出來啊！嗬，嗱，佢就盤要哪一批嘅，用一下佢要呢批了。古數我講啊，我講我睇唔到而嘅長途咩？佢講佢捱就會講，誒，其實係捱阿妹就冇咧，捱嘅故事就冇咧。唔過按用唐語嚟就會知道講，其實你看啲。跟這個小朋友按用嘅互動程度，就做得有按用故事嘅創作，唔單止按用你，其實你也本嘅聲音傾到思考嘅方式，其實你是誘導佢思考嘅方式，也係本佢呈現佢最真實嘅按用嘅反應。其實在佢一啲挨樓佢撩，佢一啲而係講笑嘅，有冇唔過佢一偏向你，佢一會偏向嘅，倒嘅做唔做係嘅阿妹，就做戲嘅咩？等一下吼，我說其實先生講古嘅事情，唔單止係面對生人，還有家長咩係？係咩？邊個咩？哦，做保姆係咪遷到家長也做得嚟加入按樣嘅講古嘅行列？哦，千好，我有一擺吼，有個生人嚟講下講古，設備啦吼，逐禮拜都會面一擺2班鐘，吼，家長都是順候。有一個生人嚟，佢講我有問題，好啊。做乜啊？叫做行人嘅順後，就批人嘅頭腦毛，批啊，要轉起嚟講，也用。其實聽書講係有問題，叫做自己批人嘅頭腦毛誒，都轉到呢個 V 嘅就講，樣板嗬，人嘅頭腦毛暗響，人嘅再暗處。所以你啱講啊？係啊，你看一下就睇人，我有修養了。哦，我講，哎呦，有樣嗬，頭下嗬。老娘妹啊，又掉伊度人去食啲牛排啊，哦，佢有醬料嘛，嗬，
黑胡椒牛排，有个大蒜啊，吼，我做磨去食材啊。伊讲唔係廿八天，逐擺都清楚哦，對個下開始啊，我就感覺我可以把人訪問一講故，應該一個切個做到清香，講法咩做唔得有個出味出來，哎呦，聲音你講埋。然後泰人吼，迄泰人唔好人講，迄泰人咩後輩講，哦，個用高數個做很出哦。唔過吼，聲音就是只是講出來，然後聲音先會學到東西，因為佢先出。古說啲嘅聲音嘅成分吼，對像高叔講嘅啲嘅聲音嘅成分，做得學到青島嘅東西。唔過嘅聲音啊，請等一下吼。佢愛講嘅高叔嘅最後講法嘅時間有味道，唔過佢要先笑，佢皮嘅條那毛嘅，哎呀，你條那毛要暗香哦。唔過佢講法因為有味道。係啊，佢嘅真見佢香愛啲咩？係咪先講嘅句講木卡後輩啊，有一隻香太香啊，粉色嘅會比哦，吼，我搞佢吼。11年有3點鐘，有6分鐘啊，真搞會比嘅，嚇！哦，我這是清朝嘅故事咩？嚇，有一個聲音咧，就大白就用有樣毛，有樣毛，嚇！佢個同學就講冇呢嘛，有樣毛，有樣毛，也係故事裡嘛，嚇！唔過有白就講，然後開後輩嘅。樹林地背啊，有一隻香，我做得去看嘛，我唔係啊，我是青菜講啊，有時間你就做得來，有一年啊，真進來嘅，真進來呀，哎呀，門簾一響，佢就門打開來，阿公阿婆，我學生嘅做高中嘅，你啊，夾白夾咩咩我學生嘅4個先生企喺我面前，夾頭前咧，係啊，夾公都講，個孫女講，然後卡嘅後輩，你就太香。有來看水鳳石嘅太香我講哦，係哦，來，就是來潛，我就出去潛嘅嘛。潛到半點鐘就3檔行嚟行去個聲音嚟講，人係太香咯，人係太香，背面我就哦，失禮，我唔記得咧，佢轉去個家鄉啊，家鄉邊係咯，個家鄉啲泰國，哦泰國啦，那叫我轉嚟，哎呦冇悶咧，佢講啊。下擺佢轉嚟，等我講，過來看，好啊，過來看啊，故事就發展，故事吼，其實吼，嘅高書嘅書吼，青島，我唔係講大部分都有看到青頭啊，吼，唔過吼看起來，我有種感覺就係看先生嘅書吼，感覺一輕鬆，嘅心肝也會心肝度吼，心情也會知道清好，因為吼一啲都討論嘅問題唔係講清。其實係清嚴肅嘅問題，唔過佢表達嘅方式吼清強爽。啲度呀，我會知道吼按樣嘅書吼，我係講到較嚴肅一些，我會知道吼欣賞很適合看，很適合老師看，很適合小朋友看，輕適合家長看。當然，大家人都愛來看，唔過係講你係做欣賞嘅，你係做家長嘅，也係你係做成人嘅，你喺看清到欣賞嘅書嘅時間，你會感覺。哇，其實原來哈，你跟這個小朋友嘅相處嘅時間，你要用來互相激發這個神發地度清神奇嘅事情。還有哈，欣賞可能一個很大的重點哦，乜嘅重點？欣賞你看我有抓到你嘅重點嘛？我先幫你捉到你。你嘅重點係吼，聲音嘅講法吼，要認真聽咁做得。係啊，認真。你係一個重點哦。係啊。吼，你冇話到嘅聲音講法，要青島嘅爸爸媽媽會講聲音講法，哎呀，點啦，唔係按樣兒，唔好講按到，唔係按樣兒。吼，唔係乜小朋友，聲音有耳講，無在，係咪青島按樣兒？爸爸一講嘅時節，有冇阿公也好，阿婆也好，爸爸媽媽也好，聲音唔好亂。亂講法，有耳講無在，其實唔係。對於高叔嚟講，剛好相反，顛倒，有冇？佢按認真嘅談嘅聲音講法，啲聲音講法啲度就從先生講嘅，你做得學習到青島嘅東西。係啊，你想看啊？嚇！啲聲音就小學3-4年以後嚇，阿爸阿媽對聲音很親有趣味嘅，講哎呦，學界有乜嘅事情啊？講唔愛談，冇咩，冇，就話你咪嚇。真嘅，喺各種嘅時節嗬，你係同意講法嘅習慣呢。係啊。
好，有冇就係就沒有講，因為樣板頭擺佢寫寫都冇乜個通佢講法。有一擺佢觀察，坐定後兩個婚姻家，我做到親情哦，親友嘅氣度用嘅，愛佢樣板嘅講法。婚姻嘅，佢阿妹都對個生意嚟講，功課寫好嘛？佢生意講補啦，嚇，哎呦！什麼老師？你講現在補啦嚇，我都聽唔識咩嚇？阿夾咪要多做啲留夾，朋友要講法，咪講誒，成日講誒，按佢補啦，擘大東西我聽冇啦，佢都看夾咪，講夾咪冇得聽講法啦，唔怕人鬧話講，佢講誒屁啦，佢講嗬，我做唔得講屁，佢會罵我，如果我講補，你有反應嘅，你有反應，如果其他唔識，我唔怕。啲生意嚟講啊，做營銷哦，你看生意嚟嗬，太人用板控制佢也有辦法留着。佢有感覺嘅，佢喺電影啲談也冇啲談，嗰種叫乜現實，你了解真係有了解，欣賞伊講法係要親認真談，有樣。鄉親朋友嗬，我哋基本嘅攏告訴講到很多故事，大家要認真談哦，還有乜嘅故事，大家先聊下，等下就進來。總講一句嗬，基本嘅嚟討論咧兒童文學學會，又係講兒童文學，又係講文學，又係講哲學，又係講講古。講古本人談，又係談人講古嗬。講起來就係一件輕快樂嘅事情。係啊。有冇基本嘅錄音嘅時間談先生用大嘴鼓講古，我心情就真好哦。不管用嘅啦，嗬，我相信嘅前面電視機前面嘅鄉親朋友也好，嗬，也係愛，也係欣賞也好。其實基本嘅有青島嘅古同大家來分享。希望嗬嘅所有嘅朋友嘅平常時生活嘅時間，你安泰嗬，你同嘅生意相處也好太人也好，同事也好，同學也好哦，爸爸媽媽也好，生意也好，其實不用強壯嘅生活態度係有青島親密嘅事情等大家去發現也好去留意比較輕鬆嘅態度去面對也好唔過欣賞有成立一個兒童文學學會，唔係我成立嘅，我係做學會嘅。給3年1擺，3年1擺，啲幾篇一起來推動發展安樣嘅文學協會。佢說其實第一度就是除了推動兒童文學之外，其實也有青島嘅發通係冇？係青島發通哦，下擺就會講古下擺就有上課嘛，因為有學。青島冇相關嘅語言，下擺要來畫東西，然後係咪要帶料，帶料，係啊，要帶料。我說安陽人嗬，有青島嘅人會參加，係啊，青島人。你想看啊，安好做得去接觸兒童文學，又做得去談線上嘅講古，有冇解？係啊，不好的。佢就你嗰啲控制沒有互強天天，係啊。所以來啊，大家記得不通啊你，嗱咩漢人要有個毛毛蟲肉毛蟲嘅基金會，肉毛蟲哲學基金會，兒童哲學，一般人嗬談到嘅哲學兩則是頭腦都通嘅，你喊神，你喊可以神呢個兒童哲學哦，嘅哲學千重要問題，雖然細就冇能力。你用一簡單嘅一句話、兩句話來講一下、解釋一下就得嘛？為什麼？雖然你邊個？為什麼？像我講一個古千號嘅，人做阿妹做阿爸。就做得乜家人都雜學哦，也做雜學嘛，乜個意思嘅？係啊，有一個生意嚟嚇，牙齒界同學嘅嚟去隔壁，老牙同學，佢在去總課，去隔壁，再嚟兩三都講，哎呦，羅王啊，佢建築師啊，佢嘅買隻新嘅作嘅，嚇，佢夾爸做生意咧，阿爸都講拍嘅啊。好，廠業作面咧拍嘅，啊個生意人講有嘅啦，夾咪親友之需嘅人，嚇，親近嘅人，你講，哎呦，又冇乜嘅好整嘅嘛，我咪上去看咩，好朋友三雜做去嘅，去嗰間屋卡，夾爸都講，個生意人阿爸都講，唔看啦，拍嘅叫乜講有嘅話，夾咪夾也青蔥嘢，唔是講法，
拿起来。你看，人家爸讲诶，拍诶，你啊。阿生伊讲，不用下来，不用下来，不用两三日来啊，做嘅做下，你看下背係糊嘅咩？因為嘅構圖冇重要，看嘅東西冇重要，下背係糊嘅，當我去拍嘅，安尼就講，呀，佢阿妹做嘅就是以兒童哲學嘅。那個人細人咧吼，構圖冇重要，看到嘅世界就冇重要。冇唔錯，古時候也寫嘅按樣嘅故事書也好，也係講像你做某樣嘅節目也好，其實係講你做嘅係小朋友嘅節目嘅時間，你就要用小朋友嘅構圖去看事情。當然啦。談起來係真簡單，唔過乜嘅係小朋友嘅構圖，一件事情就輕鬆用。唔過吼，基本嘅節目吼嘅時間過到清潔吼，有一件事情係聽出嚟，愛同大家來分享吼。我有看到嘅欣賞嘅書吼，底度有寫到一段嘅故事吼，唔知係咩廿本吼，其中吼有一本我看到嘅事情係知道真有意思，故事按樣寫嘅吼，同鄉親朋友來分享一下，就係個高個子同矮個子，時常你也係你嘅書你聽出啲吼，嘅高甜甜嘅人頭，矮嘟嘟嘅人啊，唔知客家話樣嚟講吼。總言之，係樣人吼，嘅爸爸同細人來嘅，佢來嘅佢講佢不要去，佢講爸爸我基本嘢冇想去上課，吼爸爸就講跟你好啊，跟你冇去上課做啲啊，同學校來請假，吼叫我寫乜嘅請假嘅理由咧，天，爸爸講冇按樣好嘅，我請事假好咧，嘅細人就講。可是我又冇乜個事情來請乜個事假呢，錯嘛吼？佢爸爸就講誒，希望你請個病假好誒。佢細人就講誒，唔過爸爸我又冇生病，我又冇破病嘅，我做乜愛請病假呢？錯嘛？誒很奇怪啊！佢爸爸就講誒，爸爸講冇你請公假好誒，吼。佢細人又講誒，講誒，可是。爸爸我又沒有出公差，我又會同個老師請公假呢，錯嘛？嗰種是媽媽喺檢縫地度嘅打天路嘛，吼。媽媽可能有談到按樣嘅對方嘅高產，佢爸爸就講：嘿麼，來耶，我幫你請喪假好了。結果來耶講：啊！正好給半夜嘅時間，媽媽就從這個檢縫衝出來，嘅總得請喪假，怎麼做？因為做嘅請喪假，佢冇還有冇乜嘅？事情，這兩是一個捏螞蟻這個作當經過，叫爸爸弄死了。然後爸爸就講：你看個捏死掉了啊，我們現在就可以請喪假了。就孩子說：對。就媽媽就講：你怎麼可以就按樣老捏用細的就講請喪假？可是這聽起來係一張一神奇嘅故事，可是它其實引發大家嘅思考嘅事情係乜嘅？爸爸就講我知道挺奇怪吼，為什麼這個學校的假要分公假、喪假、事假、病假？說為什麼不能有心情快樂嘅假、心情唔快樂嘅假，對不對？好，還有就是說，結果小孩子細你就衝進來就對的爸爸媽媽講，你看吧，就是因為這樣子啊，要是我可以請。心情快樂，心情假，哈，心情快樂假，我也不用把一隻螞蟻用死了。希望你看，按樣嘅邏輯思考，你看看，其實這個只是一個欣賞的短短嘅小故事，聽聽。唔過你看完你會知道，哇，會心一笑。沒有對錯嘅問題，哈，唔係討論。錯也係唔錯，唔過其實佢係引發青島小朋友的一種思考嘅方式，也係同爸爸媽媽嘅面對細人嘅世界，你要用來對話也好，或是怎麼樣聽下來面對佢的生活地圖青島嘅事情。老師，我這樣子的分享做得冇？做得啦，千位講故誒，我咩千位講故，我係講給書裡面寫的故事，我看過我就知道，哇，印象很深。很有時間而補嘅書裡面還沒有出現的故事還沒有寫成書係嘛？本欣賞2分鐘嘅時間，2分鐘一場做得，你睇下講嚇。我有一擺去個朋友嘅屋企，我就講：哎呦，我來看你，叫你吃飽嘛？然後忙食呢，佢7點嚟嘅。佢講：哎呦，我喺度咩忙食，就日日來食啦，然後去有上面人帶啲人就洗手，講唔怕啦，加寄送快嘅幾十萬天天啊，都做得來啊。去有時間啦，生意嚟食吧，開門，講用按忙食飯，哎呦，做都是飽嘅啊，哎呀沒講乜嘅忙食啊，叫佢搭排嘛呢，
哦，佢也咧煮饭的啦，哦，伊譬哦，我做摄影的看电视啊，太影的看电视，我做青号白白的影，我做拿做 A4 的纸啊，做开始白啊，哦，给他摄影的3、4、4天来看嘛，哎呦，佢有一只野公啊，野就爬入來啊，我做用我筆點一下，佢野公。你印泡亂照嘛，還是印點，有幾種字誒，就像青朵芝麻，哎呀，假把出來呀，哈，啊個嘢工作拍照誒，假把嚟講，哎呦，用按多芝麻咯，哦，啊假生意嚟講，爸爸唔係芝麻，佢乜緊哦，嘢工講，哦按多嘢工嘛，啊個生意講，爸爸唔係按多一隻天，啊一隻天。佢就做誒，我哋都食飯咧。呀，個故事乜個意思咯？你冇看到佢發通嘅過程，然後到佢所青島喺點啲，唔過唔來喺老生意嚟開始嚟講嘅時間，故事就來了。故事其實也就會欣賞創作故事嘅來源嘛。係啊，好也係創作故事嘅一個過程也好，靈感也好。係啊，哦，哇！故事你講，你看吧，我喺聽到唔嘅長途，然後看書，我怎會講唔過欣賞吼？哇！任何時間都可以創作這個安陽嘅故事，真嘅，欣賞你真厲害。大家聲音都很厲害啊，大家聲音都很厲害。唔講我相信哦，大家聲音都有安陽創作嘅能力，是講家中你有本嘅機會嘛，你有去同意安陽嘅對話嘛。係講你真的都乜嘅機會講乜嘅事情，你都講做唔得亂講，吼安陽就做唔得，吼。其實你反而是讓他原有嘅可能有發展嘅能力，你反而把它壓抑下來了。吼，不過所以像老師，這就是肉冇蟲，肉冇蟲，兒童雜學基金會啊，所以這樣子其實也是讓小朋友在這樣的一個反因子哈有安陽嘅學習的過程，而且不但是這樣哦，欣賞還有個愛兒樂小鋪係嘛，係啊，吼安陽嘅小鋪很做得義賣東西，係啊，佢自己兒童文學協會嘛，哈，啊就從佢呢個邊鬼邊怪啊，邊鬼邊怪，工作有很多人可以捐東西，捐嘅東西，補給基金會。東西，下擺冇用嘅東西，對病人來講冇必用嘅。也係真嘅，按你會然後從來不看咩青島嘅燈咧，全部釀咩釀？我係看到哎呦，按大爽，然後咪寫啊，佢切啊，都清好嘅。係愛兒樂嘅嗬，太假類。大家來共襄盛舉一下吼，有乜嘅東西做得原本嘅愛兒樂小鋪，愛兒樂小鋪做得義賣哦，唔過嘅義賣嘅錢呢，做得轉到嘅兒童基金會兒童文學基金會底度吼，兒童文學協會，係啱是肉魔蟲嘅基金會，肉魔蟲嘅藝啊，都教鋪吼，藝啊都係有松鼠去嘅。青島嘅蔬菜，有研究嘅，咩有件樹，係有樹，去記來做得。哇，貼針嘅吼，嘅節目吼，哇，時間過得真緊吼，是沒有嘅時間吼，嘅你是沒有本欣賞對個電視機前面嘅家長也好欣賞講，有乜嘅話去講哦？跳大家夾來講故，唐先人嘅講法，係咯，去從頭樣板啊，去。博夢，你話博夢啊，博夢做夢嚇，博夢嘅時間，想嘅是留嘅夢，記下來，講出來，哇，安陽清好，哇，所以基本嘅非常師妹，你這種教授感謝安子生，好，鄉親朋友先聊下，等下聽聽同先生嚟做認同了。